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和本圣经在86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已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多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耶稣与现代人。耶稣与现代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一个礼拜中间，我们的天气变化很大，忽冷忽热，甚至有寒流来，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平安，献上满心的感恩，祈求主继续眷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福气能够再次的来敬拜您。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在寒冷的天气中间，我们仍然能够来敬拜神特别是这一两天会有寒流来。相信大家在身体上的照顾呢，我们应该更加强注意一下。那我们从今年里面，我们有好几个主题在进行，里面有一个主题是耶稣与现代人。今天是第2讲，我们讲到以病人。那在第1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以罪人。那耶稣与现代人，耶稣是2000年的人物，他道成肉身到世上，然后是降生在巴勒斯坦的地方耶路撒冷那边。距离我们相当的远，而且时间也是相当的远，地点也相当的远。它跟我们有关系吗？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而且不只跟我们有关系，而且在每一个人呢有不同的状况的时候呢，主耶稣都跟我们有关系。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跟病人，就是我们第1讲的时候讲到跟罪人。那罪人到底是谁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因为在美善的神前面，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罪。所以我们其实耶稣在告诉我们，他以罪人中间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跟每个人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所讲的，耶稣以罪人中间呢，我们所讲的是有关哪一方面？这边稍作复习一下。我们透过4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呢，告诉我们耶稣与不同情形的罪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妇女。犹太人他们故意要找耶稣的麻烦，他们要找他的这些有什么漏洞可以让他们去反驳掉他，所以就带了一个在行淫中的妇女来给主耶稣说，这个人是在行淫中，在犯罪中被抓到的。根据摩西他们的律法，他要被用石头打死。请问拉比就是耶稣呢，应该要如何？耶稣不回答他们，耶稣就蹲下来在地面上写字。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继续再问。其实耶稣是一段时间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们仍然在追问，耶稣就站起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人，就可以先丢他。”然后继续又写字之后，后来从老到少一一的离开。耶稣起来问了那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是以后不要再犯。”当我们仍然在犯罪中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什么叫做罪呢？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就是罪。
我们在做的事情中间有不合神心意的呢，神要告诉我们，他不定因为这定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要再犯了。这是第一个情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一直在犯罪中间，神要告诉我们，你要及时的警醒起来，不要再犯。他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怜悯我们，并不是他同意我们犯罪，因为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给我们机会。第二个 case 呢，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妇人，她知道耶稣到一个叫西门的家里面去吃饭的时候，她就带了一笔很香贵的油去，然后到耶稣的后面的旁边，一直流泪，那个泪流到多到可以洗耶稣的脚，他就洗了耶稣的脚。因为耶稣进到西门家里面呢，那个主人并没有洗他的脚，他用泪水洗了耶稣的脚，又用他的头发擦干了。那种忏悔的心，耶稣看见，但是主人反而怪说：耶稣难道不知道在替他擦脚这个人是一个罪人吗？耶稣告诉他，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健康的人不需要。耶稣来是要招罪人得救，而不是要招义人得救。所以耶稣就转过来跟他讲：你的信救了你，你已经得救了。这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情形：你自己知道你的罪非常的不合神的心意，不讨神的喜欢，你已经犯了，你已经做了，怎么办呢？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你愿意怀着谦卑的心到他面前认罪的话，他也要同样告诉你，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因为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这是第二种情形。我们有可能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以前曾经做过不合神心意，我要如何去面对呢？好像没有要救了，因为都做了。但是主耶稣是怜悯的主，他要告诉我们，你要是谦卑到他面前认罪的话，你的罪要因为你的信而得赦免。第三个 case 呢，是讲到一个税吏叫利未。耶稣看到他坐在这个他的工作桌前面的时候，耶稣告诉他：来跟从我。这个利未就放下一切跟从了耶稣。后来这个利未呢，就成了得救人，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之一。这个 case 实在告诉我们怎样：我们有可能知道我们本身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能够得救。但是有一个福音到你的面前来了，耶稣出现了，跟你讲：来跟从我。一个福音传单到你的手上了，一个朋友告诉你来信耶稣，等等，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告诉一个呼召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愿意像利未一样，你就丢下一切，放下一切来跟从耶稣吗？要是能够的话，他就成为耶稣的门徒，当然就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这是第三个 case。第四个 case 呢，是提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被钉十字架。会被钉十字架，显然他的罪非常的严重，才会被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当时最严厉的一个刑罚。中间的一个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你为何？你应该可以救我们，也可以救你自己呀。但是另外一个，他这斥责的那一位在调侃耶稣的人，甚至最后就跟耶稣讲说：求主耶稣在他的国来临的时候能够纪念他。耶稣告诉他：你今日要跟我一起在乐园。这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样，那个最后一秒钟，你犯罪严重到钉十字架了，已经而且快死掉了，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机会。我也没有机会像利未一样能够跟从主耶稣，我也没有机会像那个妇女，还有机会到神的面前里面，到主耶稣面前去认罪的时候，主还可以这样。还可以跟你讲赦免你的罪，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这四个情形告诉我们，我们中间可能是一种情形，可能是中间的好几个情形。我可能是在犯罪中间，我可能我知道犯了很严重的罪，我可能
知道很多严重的罪，我还知道应该到主的面前去认罪，但是我一直没有。一个是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呼召，有一个机会给我，我能够把握住吗？我能够把握住最后那一个，能够最后1秒钟都能够向主来祈求他的赦免吗？这4个情形告诉我们，耶稣他爱我们世人，你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他都愿意来帮助你。他甚至为了我们还没犯罪之前，我们还没出生之前，他就为我们世人而死了，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耶稣跟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他不是在2000年前，他不是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跟我们距离这么远没有什么关系。耶稣跟世上所有人都有关系。这上次我们讲到有关罪人的部分，今天我们要讲到有关病人的部分。我们首先来思考，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切都甚好。任何造人，你从创世记1章1节开始看起，他创造了天，创造了地，创造了万物之后，神都看为甚好，包括创造了人。那人都是甚好，为什么还是会生病？还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呢？基本上，其实罪原来是因为我们人开始有了犯罪之后才产生的产物。那当然还有很多后面我们继续会谈到，生病不是单纯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的原因，因为神呢，他同时也用了自然律在管理了万物跟人类。所以神呢，他也允许呢，人有可能因为这个卫生的关系，因为化学物的这个影响，因为污染，因为这些病菌等等这些所引起的这些疾病的之苦。我们最近常常在讲说，哪一个人没有多久听到他已经去世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是癌症。天天到晚都是癌症，难道以前没有癌症吗？以前一定也是有癌症，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名字叫做癌症，或者以前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呢？根据这些医学的人他们研究结果，其实我们都是在平常我们受到这些化学的东西所引起的这些后遗症相当的大，不管是农药也好，不管就是我们空气中间的污染，我们就这样吸进来。不管是喝了水等等这些，很多东西都是因为科学越进步，就越产生的这些让我们身体呢没有办法受到污染，然后就开始有疾病来产生。上帝用自然力在管理的万物，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让它在自然力的管理之下去运作，但是人没有善尽管理之责，就让很多不良的情形发生了。或者是我们看在去年311所发生在日本的核灾，它的后遗症到何时才会截止，并不知道，显然是会影响相当的久。这不是神起初的美意啊，而是人误用了上帝所创造的、所给予的这些恩赐而造成的，人自然会有这种疾病来产生。但是呢，在不管他情形是如何的时候呢，在神特别的恩典中间呢，耶稣也亲自用神迹的方式呢来施行医治，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爱跟他的全能，也能够让我们知道以后在天堂的日子就是像这样，他并没有疾病，也没有这些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的部分，因为那是一个平安喜乐的地方。甚至在诗篇103篇的第3节的地方，我们也看见神透过诗人所讲出来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神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且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但神用怎样子来表达，用怎样子来显明他这个心意呢？他的心意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而且要医治我们一切的这些疾病。但是神怎样子来表达他显明出来他的心意呢？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6节，我邀请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来，他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人不在他身上。这是以赛亚书，以赛亚他所写的。那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到说，这到底在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刚才已经问到说，神用什么样子的办法来彰显他的心意呢？他的心意乃是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病。他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大家都犯了罪，犯了罪一定要受刑罚啊。到底如何能够解决掉刑罚的问题，又能够解决掉神爱我们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神透过耶稣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成为人之后到地面上来，不是要享受荣华富贵，他乃是替世人来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血代表一个生命，用有生命的来洗净一个有生命、有罪的有生命的人，来洗清我们罪过的方式，来显明他爱世人，也透过主耶稣的复活，表明他神的大能、他的功效。一个人替一个人死，这看起来是很公平，而且是大概是 OK 的。但是一个人要替众人死，相信大家都觉得这是并不对等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众人呢？大概1对1而已。但是当这个人是一个神的话，那当然他的功效就大了。你如果能够证明耶稣是神呢？因为他死而复活。所以他对我们死的这个功效呢，就大有功效。为什么一定要有能够流宝血呢？我们常常强调这一点。这个宝血流下来是这样，因为宝血代表是一个有生命，所有的生物中间一定有血，没有血的就不是生物。因为生命呢，有生命都是透过血来带动的。所以我们常常看这以前的庙宇里面，在拜拜里面，他们都要杀鸡、杀羊、杀猪这些东西来拜拜，因为由他这些畜生里面的血来替我们洗我们人的罪。或是旧约里面一直在讲到祭司们、先知们、祭司们这些利未人，他们如何能够帮助以色列人来献祭呢？献祭是献什么？就是献牛羊。比较贫穷就献鸽子等等，不管如何都是动物。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里面在庙里面在拜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偏掉了。他们用乖乖，甚至用什么生力面什么，反正都是没有血的东西来代替一个人的赎罪，这有效吗？第一个，神已经不是真神了；第二个，用的方法也错误。这是让我们看到呢，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流他的宝血，钉十字架，替我们赎罪，其实有很深的意义在，用一个生命来代替了其他所有的生命的罪。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神用这种方法，然后透过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开始传扬的福音，他开始医治的，他开始赶鬼等等这些行动，来表示他爱世人。我不是只有嘴巴讲讲而已。你看我牵涉到地面上来，就是做这些事情，为了要爱世人，显明他是爱世人，将神的心意里面，透过他所讲的话，来让我们世人能够明白。四福音中间记载的耶稣的事迹中间呢，以他医治病人的记载最多。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医病赶鬼，然后再来传讲这福音，因为耶稣希望用行动来告诉世人，他就是爱世人。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用耶稣他医治的一个麻风病人为典范，我们来看他如何对待病人。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章40节到45节的地方。那边讲说，耶稣在行走的时候呢，有一位麻风病患呢，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里面来，然后跪下，然后向耶稣来求他的医治。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因为他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而且有意愿要医治他。所以讲说他违反了律法的规范。因为在当初麻风病人是当初最严重的一个病，他们甚至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天谴的病。现代人是用艾滋病是天谴，以前是用麻风病，因为现在已经对麻风病了解到它的感染情形等等这些。那当初是没有办法，而且你看看所有身体上有疾病的人，而且他的心灵也受到打击的呢，你想想所有的病中间呢，哪一个最严重？
就是麻风病。因为其他的病我们顶多是戴个口罩，觉得它会传染就好。以前大概还没戴口罩，你可以去关心他，你可以去为他祷告，你可以为他按手，都没有问题。碰到一个麻风病的人，大家离得他远远，戴着口罩说不定还不够，至少要离个10丈左右。根据以色列人他们的记载是，你患了麻风病，你距离人至少要10丈以上。当有人靠近的时候，你要马上喊说不洁净，不洁净，我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不能靠近，他不能靠近众人，众人也离他的远远的，他跟亲人绝对是隔离的。人家电影上曾经也演过，在十诫里面那个电影《宾汉》里面演过这个电影，他们都不是聚集在一个山谷中间，人家要拿食物给他吃，是摆得远远的地方，然后赶快离开，他们才能够出来拿。离人远远就讲我是不洁净，不只是身体受到因为这些病菌的关系，他们有些是肌肉部分被病菌侵蚀的话呢，它就麻痹掉了，它就没有知觉，然后神经的话就没有知觉，而且渐渐就被腐蚀掉，你表面都看得出来，这是身体上可以看得很明显，但是他们被隔离了，他的心灵受创伤呢更严重。所以这些所有的病人中间呢，我们举了用麻风病人来看的时候，其实是这些所有的生命身体有受到疾病的影响的人最严重就是这个。现在以艾滋病来讲，你甚至还看不出他是艾滋病的人，麻风病一看就看得出来，人家就远远的离开了他，他是一个身心灵都受到创伤的人。以前是这样，他不能来靠近人，但是这个人违反了这些规定，直接跑到耶稣面前，还跪下祈求神主耶稣能够说你肯就必能叫我洁净，因为他相信耶稣能有能力，而且他相信耶稣也愿意来医治他。果然也没错，耶稣就怜悯了，因为耶稣是个怜悯慈爱的神，他看见这个麻风病人就动了慈心。圣经节这样告诉我们，他就动了慈心。第1章马可福音第1章第14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耶稣他不只是动了慈心，他用行动来表示出来。他伸手去摸他。难道耶稣他不知道麻风病的人会借着接触来传染吗？耶稣到底是摸在他什么地方？是不是摸在那个已经溃烂的脸颊，还是已经要被切除的双手等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摸了他。耶稣难道一定要摸了他才可以医治他吗？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第19节地方，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记载，有10个麻风病人，远远的看到耶稣之后，就求耶稣来医治他。他们遵守了这个律法的规范，不能靠近，求耶稣可怜他，来能够医治他。耶稣远远的是告诉他：“你去给祭司看，原来你有没有洁净的话，当初不是医生在看，是祭司在看。”他就给祭司看，都已经得到痊愈了，然后只有一个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记得那个记载，耶稣不需要摸麻风病人就可以医治他，但是耶稣在这个情形下，他摸了麻风病患。他告诉我们是怎样，他告诉我们耶稣是用行动来表示出来的。虽然我们现在的已经知道这个麻风病并不是传染的这可能性非常的低。你要是进到网络里面，你可以去打这个麻风病患的，有很多文章里面可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个麻风病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几千年来的研究才发生，而且也知道没有办法根治它，但是你可以抑制它这个病菌呢，能够继续的扩大起来，对你的伤害可以减到某一种程度。麻风病患的人，他所受到的是身心灵的创伤。我们在我们整个台湾的医治这个麻风病里面，现在已经麻风病差不多已经是绝迹了，但最近又开始有。我们有一个许长老，他就是在乐山疗养院里面，以前是在那边那个医院里面，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个情形。
但是最近又一起来是这样，因为我们有外劳进来，而这外劳从东南亚比较落后地区的地方进来的时候，它带有这方面的病菌出来，所以政府又开始动员起来，要去规范这些事情。那牧师在还没来我们教会之前是在澎湖，澎湖的地方其实也是麻风病，很多人是在那个地方的，因为他们也是在卫生情境非常不好的情形下。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尊敬的叫白阿姨，白宝珠，她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她很年轻的时候到台湾来，就一住就是50、60年，就没有离开过台湾。她关心的这些麻风病患，那时候的澎湖里面是唯一一个麻风病患是居家照顾的，大家认为不可思议。麻风病患都是被集中在一个地方，乐山疗养院就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我们最近还发现到捷运要拓展到那边的时候，还很多的抗争，就是这些事情。他们是被集中照顾的，因为他们觉得会非常的传染，而且据传说，你要进到这个乐生疗养院去的时候，你要穿那种长筒的胶鞋，你要戴手套，你要把脸整个的这个罩起来，只露出2个眼睛。然后要进到里面的时候，还经过一个大水阴沟，这个阴沟里面是充满了石碳酸水，号称石碳酸水可以杀这个病菌。那后来证实根本没有办法杀病菌，只是安我们的心，觉得我好像被消毒，出来已经被消毒，所以没有关系。但是后来研究都在的告诉我们，这个麻风病呢并没有那么严重，它的传染力非常的低。我们有一个叫做戴仁寿医师，他是一个宣教师，到台湾来之后，他就关心在这个麻风病患，他不希望他跟他太太讲说不要生小孩，因为生小孩他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麻风病患，他们也同意，如果能够让他决定不会生小孩，现在大家会用结扎，以前没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把他。这个医师娘就把她的子宫拿掉，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他为了要研究这些麻风病患，他还抽麻风病患的血，注在医师娘的身上，然后看这个会不会产生影响。后来还有好几个实验都证实，用麻风病患的血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并不会引起麻风病。经过20、30年中间的这些人都没有发作。后来就证实很多人证实说，这麻风病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它就很严重，它会继续一直长大，然后一直侵蚀你的肌肉，侵蚀你的神经等等。但是你有药呢，有一个叫 DDS 的药，可以抑制它的扩张，那就不会把这个传染你自己的伤害呢降到最低，同时更不会去传染到别人。但是以前并不知道有这种情形啊，麻风病患呢，确实是一个身心灵都受伤的人，被与世隔绝的人。耶稣用他的行动里面来表示他愿意去帮助这些人，所以用手摸了他。同时，耶稣就继续这样告诉他说：“我肯你洁净了。”用耶稣的权柄，他不只有怜悯的心，他还有权柄，所以他把这个权柄用行动走出来。我认同你，而且我知道你的心，你的这种伤心的地方，所以他说，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这个麻风的就马上离开这边，他就得到了洁净。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的时候呢，是要回应到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节，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6节。这个经文呢，其实大部分的学者呢都同意说，今天的经文其实在预表的耶稣的救赎。里面讲到那个他，就是在讲耶稣。你把它套上耶稣的，就是耶稣诚然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耶稣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耶稣为我们受的过患等等这样子下，你把它全部改成耶稣，完全符合。因为这边在以赛亚在这么久以前呢，就已经在预表了耶稣要来为我们承担这些事情。我们从他钉十字架就可以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像以赛亚书53章第7节，我们只念到第6节。第7节再往下讲里面呢，他就告诉我们说，
第7节这样讲：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像这样的，他就像是被羊羔牵到被宰杀之地，又像今天走第6节所看怎样，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从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就看见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医治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代表从53章第4节到第5节来表示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他代替了有罪的。为何是要这样子呢？因为他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将我们的这些罪犯，能够将我们这些罪孽能够得到洗净，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了我们。但他若是一个人的话呢，我相信他的帮助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呢，他又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呢，证实了他前面这些事情都是有功效的。所以他让我们的刑罚怎样？他受了刑罚，让我们得到了平安。他受了鞭伤呢，就叫我们得到了医治。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就是一个预言，主耶稣他要救赎我们。而在新约里面就看到耶稣真的就是像这样来做。四福音中间记载的很多他医治的病人，你有任何一个觉得你需要的人，他就到面前就得到了医治。主耶稣离我们是2000多年前，但他现在仍然是跟我们同在，因为他是神。他告诉我们，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来看，结义来看呢，如果有人今天是听到耶稣是慈爱、是怜悯、是全能的神，他愿意伸手来摸你，他也愿意对你说：“我肯你洁净了。”你愿意来接受他为救主吗？我想我们这边所讲的不是只有麻风病。你讲我没有麻风病啊，但我刚刚已经有提过了，麻风病是所有身体有病里面得到最大伤害的。它不是只有表面他的肉体受苦而已，他的心理也受了创伤。所有的罪中，所有的病中，你大概找不出一个人是受到这么大的创伤，身心灵都得到很大的创伤，与世隔绝，没有一个愿意接近他，好像是神已经也离弃他了一样。这样的人，主耶稣愿意去摸他，愿意跟他讲说：“我肯你洁净了。”你还有什么东西是比这个麻风病人还严重吗？主耶稣今天也要这样子告诉你。但是呢，我们人生病呢，有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我们已经老化了，包括我们的很多的病菌的原因引起的一些病变等等自然生理的因素，或是最近流行性感冒很多，就是 B1 又是 A1 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些病菌里面开始产生的变化，有可能又是因为我们情绪心理因素所引起，有可能也是意外伤害所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罪的压伤或是撒旦的攻击，都有这个可能在。所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神也要告诉我们说怎样，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的病不一定会完全的，不一定祈求就能够得到医治，但是神让事情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其实有很多功课要我们学习，或是我们自己不知爱呢？我们常常不会好好的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而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后遗症产生，或者是怎样，我们自己不注重卫生，或者是我们没有善尽管理职责。我们是一个可以爱护地球的人，但是我们竟然没有去好好爱护地球，而引起了很多这些，其实有很多责任是在我们身上啊。神要我们能够去学习到这些功课，但是当我们有病的时候，透过雅各书第3章第5章第14节到第15节说，那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为病人能够祷告代祷。那边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膏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是主给我们透过雅各所讲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身上。但不要忘了，所有的事情的主权还是在神。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在他的主权中未必他会医治每一个人，但我们需要为病人祷告，让神能够神医治的主权得以彰显。当然，借着医生医药得医治，也是神医治的方式之一。我们有可能祷告不一定得到医治，那是主权是在神。但是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有平安喜乐，你更能够做见证，因为有神的关系。虽然我的病痛，我刀子已经割了，没有办法马上，甚至我自己都剁掉了手，怎么办呢？它没有办法长出来。但是怎样？这就是我们自然律所管理的。但是我在这种情形下，我能够认罪，我就得到了平安的话，也是神的医治之一。他医治了你的心灵，身心灵才是一个全人，身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如果愿意将这个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呢，神就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用行动来表示。今天我要邀请我们在中间，我们身体上你有疾病的人，我邀请你们可以站起来。你可以将手按在你需要被神医治的地方，我们就请旁边。虽然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长老可以一一靠近你们，但是可以旁边的这些兄姐们可以为你们按手，然后牧师来带领大家一起来祷告。你们中间要是有任何一个你觉得你有身体，甚至身心灵都没有关系，牧师不一定知道，但是主知道，主要医治你。有没有你有身体有这些疾病的，你可以站起来。然后你摸着你需要为人需要得到医治的地方，然后我们请旁边的兄弟们为你们按着手，然后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中间有没有任何人需要为主要人家为你祷告的？请我们可以站起来。主的应许是这样：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你要大胆的向主求，你有需要你就向主求。我的主怎么能够将你所需要的给你呢？我们有身心灵缺乏的，我们就站起来，你大胆的站起来，主就要医治你。你将你需要医治的地方，你将你的手放在那个地方。我们请旁边的人，你要是离得他比较远，你就手举起来，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有需要的人，请你站起来，不用客气。今天是主要医治你。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时候要为了站立在你面前身心灵需要医治的人来为主求主你来医治他们。因为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你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现在遵照着你的旨意，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用谦卑的心祈求神你的主权彰显在他们身上。他们谦卑的到主你的面前，祈求主你医治他们，不管是任何的疾病，不管是心灵的还是只有身体的，我们都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来眷顾他们，也求神你的宝血遮盖在他们身上，保护着他们不受一切黑暗势力的侵袭的困扰。只有主你的爱，主你的恩典常常跟他们同在。我们要奉主的名在此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医治他们，让他们得到身心灵得到健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好，请坐。我们感谢神，神要医治他们，神要帮助他们。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的主耶稣到世上来，为了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不止洗净我们的这些原罪，主耶稣也用他的行动来呈现出来，他爱世人，他用医病，他用赶鬼，还有传扬福音等等这些方式，要将主你爱世人的心意彰显出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学习到主耶稣他如何医治的那些人看为不可能的麻风病人。在神万事多能，我
们就谦卑到神的面前，求神你帮助我们每个人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健壮。又神你的爱，神你的恩典，常常跟我们同在。献上满心的感恩与祈求，祷告奉，我们也要同心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说：你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